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树仔飞翔秋天，树仔飞翔秋天，叶仔对秋风四界去。来到桂花巷，买绣芳水。树仔飞翔寒天，衫裤烫光光。皮皮带，等到好天，才要穿水衫。树仔飞翔春天，枝叶小钱出力出头，为鸟只要布置上舒适的厝。树仔飞翔热天，南风吹来烧呼呼。为老朋友要打泡茶好味。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41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带来《树仔飞翔秋天》。选来给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这首《树仔飞翔秋天》，我先要甲用秋天。当然，一年四季拢有伊每一季的水啦吼。我感觉秋天上解互人感觉水的，就是伊的叶啊，树叶的变化，树叶变化真大真水。比如讲，即个饭仔叶啦，是梧桐啦，银杏银杏这因到秋天就开始变即个色彩，所以感觉足水的。所以讲，咱即个大自然一年四季的景致拢真水，我用秋天来做代表到秋天的时，树啊树叶都会老啊，四界飞四界去。比如讲来到这个桂花巷，咱知影会号做桂花巷，遐一定是种足侪桂花嘛吼。桂花足香足香。来桂花巷要创啥？来食咧绣芳水。想要讲绣芳水呢？咱这个桂花巷，咱若为遐行过，咱毋免绣芳水，就足香啦。树仔若来到寒天呢？咱知影寒天的时树仔拢落了了啊，所以咱讲伊安怎衫裤烫光光皮皮带，等到好天才要穿水衫。这等到好天就是讲，我遮咧讲的就是讲，等到天气较袂遐寒的时，天气落啊烧落起来的时，才要来穿水衫。我要写的是讲等到要过年的时伊就会穿水衫。这过年的时穿水衫，带出来是啥物？春天要到春天的时，迄个叶啦、叶啦，拢布出来呀。咱讲布新叶啦，发新叶，所以枝叶小济出力出头，就是拢开始一直咧发叶啊。叶仔发足济，发足旺的。即阵会当安怎？迄树叶足旺的所在，都有鸟食伫遐咧，做鸟仔收啦，
到热天的时呢，热天吹来是南风，南风是烧烧的风哦，所以咱讲南风吹来烧呼呼哦。当然，一寡老朋友因就会来这个树仔骹美远休凉，过来泡茶，所以这就是泡茶上好的所在。咱这个皮皮菜要怎写？皮皮菜头仔这两字是口字边，倒手边口字边，正手边必要的必，必须的必所以一字口一字必叫做皮皮菜。这个菜要怎写呢？这个菜咱用迄个制作的制，加较迄个三甲摕掉，改手。安尼就是菜上素食的厝，这素食什么叫做素食呢？就是真好势做甲足好势做甲人华语讲很舒服啦，很舒适咱台语就是讲真好势真素食安尼。这个素食要怎写呢？素食的素就是这两三字的字文同音读做四，白话音读做四。四，这个四是四大人的四，就是咱华语讲秩序的序，这个秩序的序，就是咱台语讲四时的时，嘛是讲四大人的时，嘛是顺时的时。讲到秋天的花，除了桂花以外，另外还有一种花，伫咧秋天同款开甲非常的水。所以今日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萍小姐为咱来介绍菊花。秋天的花，菊花，咱知影以早的人拢会讲春天拢是百花盛开但是咱知影。过去的人拢会秋天拢会号做秋菊，安尼咱就代表讲，即个查囡仔可能就是秋天出世的冬梅，所以讲听名就知影讲即个人什么时间来出世的，所以讲菊花在咱台湾来讲，伊就是伫互人观赏用的。咱看庙会啦，也是讲一寡丧葬迄种。告别市场，也是讲菊花长开的时阵，拢会看到有菊花展，用菊花伊会当用足侪的迄个艺术品，所以讲菊花伫咧咱传统内面，尤其是伫咧即个农历过年的时阵，真侪人拢会真爱拜即个菊花其实就是按即个重阳节，就是秋天开始，即个重阳节就开始欣赏即个菊花。有迄所在嘛有啉菊花酒，因的即个习惯但是咱一般普遍的就是啉菊花茶。其实即个菊花，伊除了有相当的真悬的药用价值以外，伊阁会当来泡即个菊花茶。但是咱所知影菊花有分黄山的贡菊，阁有迄个桐乡的杭白菊。这个杭白菊，咱应该嘛时常听过。过来就是山东的野菊花。咱知影这个黄山的贡菊，伊就是伫咧菊花内面伊有真好的药用功能就是讲在过去伫咧黄山。这一代，因为旱灾的时阵，真侪人目睭拢红，然后拢头壳痛，所以有人就用这个菊花，挽这个菊花来泡茶。伊的性较凉，所以讲伊会当这个降火。树仔飞上秋天，叶仔对秋风四过去，来到桂花巷。要溅芳水，树仔飞上寒天，衫裤烫光光，
皮皮带，等到好天，才要穿水衫。树仔非常春天，枝叶小青，要出力出头，为鸟食，要布置上舒适的厝。树仔非常热天，南风吹来烧呼呼，为老朋友要打泡茶好味。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关秀萍小姐主题讲解，府城小花女的三姊妹吟诗，专门给电台制作，讲述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